5月6號出世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願意付出、笑容經常掛喺嘴邊嘅人嚟嘅。你好善良，好好人，好識得照顧人，俾人嘅感覺好溫暖，好識得包容人，擅長分享。如果一件事幫得到手嘅話咧，你就會好開心噶啦。做嘢快手快腳，但係唔係好擅長處理一啲瑣碎嘅事，同埋唔識 say no。而感情方面咧，你係一個全心全意付出嘅人嚟嘅。你好中意對方依賴你，越依賴你嘅話咧，你就會越愛佢。渴望婚姻，希望有一個幸福美滿嘅家庭。而你好識得咧同身邊嘅人咧打好關係嘅，無論係學校嘅群組啊，或係一啲媽媽群組啊，你呢樣嘢都好叻嘅。而性嗰方面又點呢？你會着重心靈交流嘅契合多於性嘅。如果對方有需求嘅話咧，你都會唔係好顧自己感受，滿足對方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其實你對錢咧冇乜興趣啊，可能令件事變好啊，或者令成個群體群族好嘅話咧，你會覺得有成就感多啲嘅。你會有你自己一套嘅生活同埋理財方式，你嘅溝通能力好強，所以無論打工又好，創業又好咧，一啲接觸人嘅工種咧會適合你多啲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要好好咁樣顧及翻自己嘅心情，顧及翻自己嘅感受啊，唔好過分重視嘅結果。有時嘅結果唔好嘅話咧，未必係你嘅責任嚟㗎。可以學習一下隨心而行，你就會發現喺你生命上邊好多嘢唔係偶然，而係必然喺你身上邊發生。同你真正嘅諗法口頭禪一樣，冇嘢嘅，所有嘢都會搞得掂，乜都會好起上嚟嘅。